繼續新聞時間，一個男人前年飲酒之後喺旺角花園街同埋另外3處地方縱火，被判入獄6年4個月。33歲報稱係廚房工人嘅被告江志升，早前承認4項縱火罪。佢聲稱因為工作同上司嗌交，同朋友飲酒之後，前年12月6號嘅凌晨喺深水埗同埋旺角等4個地方縱火，咁其中花園街攤檔釀成3級火。法官話，被告最初對於係咪自願落口供有爭拗，否認控罪。咁直至法庭裁定被告係自願俾口供，佢先至認罪。因此唔會按一般認罪扣減1/3刑期嘅做法。法官喺判刑嘅時候話，旺角係被公認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嘅地方之一，而被告正選擇喺嗰度犯案，後果嚴重。法官引述心理報告，顯示被告可能有酗酒嘅問題。咁雖然佢之前冇案底，今次亦都冇預謀犯案，咁但係火警焚毀大概80個攤檔，損失超過2000萬，亦都令消防員同埋警員喺救火同埋疏散居民嘅時候面對危險，因此要判處具阻嚇性嘅刑期。其中喺花園街縱火嘅控罪判入獄6年4個月，咁其餘3項控罪判囚4年2個月，同期執行。無線電視記者龍慧如報道。有政黨指專營巴士脫班越嚟越多，咁當中9巴最嚴重，每100班車就有7班係冇開出。咁政府話已經向一間巴士公司發出警告信。黃婆婆喺荃灣度等68A 巴士返元朗，根據9巴提供嘅時間表，應該每20分鐘就有一班，但婆婆就話等嚟等去都等唔到，多數係等成半個鐘啊，係啊，好辛苦啊，企到腳都軟晒啊，好煩啊！巴士脫班即原定嘅班次冇開出，情況係不斷惡化。民主黨話舊年全港巴士整體嘅脫班率係5.6%，比早2年嘅3%至4為高。9巴嘅脫班問題就最嚴重，達到7.2%，即係每100班就有7班因為事故冇開到。運輸及房屋局就透露，舊年12月同今年3月曾經向一間巴士公司發警告信。持續高企嘅脫班率反映該巴士公司為市民提供服務嘅整體情況係實在未如理想，表明若脫班情況喺6月底之前未有明顯改善，該公司或會被視作為沒有維持適當而有效率嘅公共巴士服務，需承擔相關嘅法律後果。有立法會議員就建議去訂立一個脫班基準，去嚴格規限巴士嘅脫班情況。政府就唔贊成，擔心咁樣會影響巴士嘅整體運作同埋效率。9巴回應話，脫班有多種原因，包括巴士機件故障同埋交通擠塞，會努力改善，積極招聘更加多人手。無線電視記者鄭思思報導。政府估算石鼓洲垃圾焚化爐嘅造價上升，最新預計要用近150億，有環保團體批評係浪費公帑。喺屯門興建焚化爐，08年工程估算要40億元，當局最後選址石鼓洲對開，而為咗減少對生態嘅破壞，要填海喺人工島起焚化爐。當局最新提交立法會嘅文件顯示，工程費升至149億幾。焚化爐每年嘅經常性開支就要大約3億5千幾萬元。如果獲財委會批准，政府向受工程影響嘅漁民發放嘅特惠金會由原先嘅300萬元左右加至近500萬，養魚戶最多賠7000幾萬。政府計劃6月向財委會申請撥款，預計焚化爐最快2018年落成，每日可以處理3000噸垃圾。有環保團體批評，平均每個港人要為興建焚化爐俾2000幾蚊，費用太高。政府乜都冇做，乜都冇減費之下呢，就係基本上係劏香港市民嘅銀包嚇，劏我哋嘅荷包呢，夾硬呢，每人要夾錢出嚟呢去做一個廢物嘅處理。如果政府早幾年逼起心肝呢，每年就推源頭減費，每年呢其實可以節省呢7億港元。佢建議立法會審批項目時加緊把關。無線電視記者汪明希報導。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董事局宣布，方日華將會喺今個月嘅31號退任副主席及董事總經理職務，並會喺4月1號開始調任為非執行董事，但係仍然繼續擔任董事局轄下嘅行政委員會成員。有關董事總經理嘅職責將會由執行董事兼集團總經理負責。另外，電視廣播又公布，舊年賺咗15億6千萬，增長1.7%，會期息每股係派1個7毫半。睇下國際消息，
因應北韓準備喺4月試射人造衛星，日本計劃喺沖繩同埋東海部署攔截導彈。日本當局又話唔排除將進入日本領空嘅人造衛星擊落。日本防務大臣田中直樹話，為咗即時攔截有機會墜落日本領土或者領海嘅人造衛星組件，防衛省考慮喺沖繩本島同石垣島部署愛國者3型防空導彈同雷達設施，又會喺東海同太平洋海域部署3艘配備海對空導彈嘅神盾級驅逐艦。而為咗預防火箭偏離軌道影響到東京，當局亦都可能喺日本海部署艦隻。田中直樹更加曾經講過，如果人造衛星飛入日本領空，唔排除將佢擊落。北韓早前宣布將會喺4月中發射人造衛星，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南韓聯合通訊社引述華盛頓消息人士報道，北韓早喺上年12月15號，即係金正日逝世前3日，已經通知美國發射衛星嘅計劃。有分析認為，由於呢一個係金正日嘅決定，所以金正恩唔理美國嘅警告以及同美國對話嘅成果，決心履行金正日嘅遺訓。北韓上個月底同意停止核試同埋試射長程導彈，以換取美國嘅糧食援助。無線電視記者李嘉瑩報道。印尼駐法國巴黎大使館發生郵包炸彈爆炸，警方同消防人員封鎖大使館附近嘅範圍戒備。警方話，當地凌晨大約5點鐘收到報告，話大使館一個職員發現一個可疑郵包之後發生爆炸，造成大使館嘅門窗損毀，無人受傷。暫時未知郵包嘅來源同埋今次襲擊真正嘅目標。法國一間藥廠正係臨床測試全球第一種嘅登革熱疫苗。係啊，咁如果測試成功並且獲得衛生部門嘅批准呢，最快後年就可以推出嘅啦。登革熱係經由白紋伊蚊傳染俾人類，可以引致發燒、頭痛同出疹等病徵。如果引發嚴重嘅併發症，即係登革出血熱，更加足以致命。登革熱喺熱帶同亞熱帶地區常見，影響唔少亞洲、非洲同南美國家。全球有大約一半嘅人口都受到呢一種疾病嘅威脅，其中又對兒童嘅危害比較大。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每年有大約5000萬至1億人感染登革熱，而當中大約2.5%嘅患者死亡。過去除咗防止蚊患之外，並冇有效嘅疫苗可以預防登革熱。不過法國一間藥廠就話研製出全球第一種登革熱疫苗。藥廠喺07年起喺泰國等亞洲國家做臨床測試，並且聲稱效果良好，人體接受注射之後會產生抗體，有效咁預防登革熱，對身體都唔會有副作用。疫苗而家喺另一個登革熱肆虐嘅地方墨西哥做最後階段嘅測試。藥廠表示，疫苗如果獲得衛生部門嘅批准，最快喺2014年可以推出市面。無線電視記者陳敏婷報道。各位新聞報道完啦，再見。